大家好啊，終於嚟到柯南的日常7啊，瞳孔中的暗殺者嘅第4集啊。今集柯南會同大家研究下灰光日嘅八字啦，水豪風嘅八字啦，仲有火焰土灶系列嘅八字噶噃。虎視眈眈，在沿海街暗藏殺機，所謂網友話沿海探子專門入群塑料看你文章嘅錯處，就將你嘅不是吊上網公開錯處，令你難堪啊！何同亦被人抽後腳啊！咁快就嚟到第4集啦！愛這世界不知此人是人是神是鬼啊！他們專捉你嘅錯處啊！所以我思雲啊，同行如敵國啊！出來教學非常小心啊！學生內暗藏殺機，大家小心為要啊！我哋即刻開始啦！俺は高校生探偵工藤新一。真実はいつも一つ。話說有位女觀察員就同柯南投稿話識得水豪風，佢都做咗呢個瞳孔中嘅暗殺者。水豪風嘅新聞我喺啲群組就睇得多啦，例如好似呢位 Jason 哥哥講啦，聲稱水豪風就拖欠貸款，都忘恩負義欺人美豬。據女觀察員所講，水豪風的確好多嘢都係自學冇師承嘅，至於係咪真呢，就大家自行判斷一下啦。我哋今集只係講八字研究啫。喺柯南嘅記憶入面，對水豪風最深刻就係佢食呢個鮮增嘅壽司啦，所以我就整咗咁多食壽司嘅片。真実はいつも一つ。冇錯啦，呢個就係水豪風嘅八字啦。戊午年甲寅月戊戌日甲寅時係一個灰光日嘅八字嚟噶噃。又好似肥仔生咁講咯，我哋見到個煞透出喺月令喎，咁我哋就要有煞先論煞，論一兩個煞好似好勁咁。豪風嘅原局就有兩柱火土，兩柱甲寅噶喎，照稱一稱有個煞旺啲喎，咁即係煞印相生，原局係用火噶咯喎，逢係七煞旺嘅命格，人生喜樂都比較大噶啦。咁點解格局咁差呢？就因為原局一滴水都冇，火焰土灶係偏夫之命，所謂調候不足難尋上品。咁我哋研究下水豪風啲大運呢，一片都係木火之鄉嚟嘅。行水呢又會夾死晒啲水，行得太過多火呢又燒焦晒啲木噶噃。咁到底行乜得呢？好似行樣樣嘢都唔係好掂呢，即係原局個結構上有缺失啦。水豪風以前就幫大紀元公輪法嗰堆嘢講嘢噶嘛，咁其實佢行到呢個戊午大運應該點樣批呢？佢嘅日元呢喺呢個運呢就弱中轉旺，因為火土合晒局啊，換言之呢就係突然間呢用得到個七煞啊，所以呢段時間一行金水嘅流年呢，佢就真係變財之若殺家咯，咁就會揾到啲錢噶啦。步入2017呢個大運啊，例如2017、2019至到2022度啦，咁啊呢啲時間行水木之鄉呢，自然呢就揾到錢啦，亦都多合作機會，因為佢比劫多啦。但問題嚟啦，一合作就會填實啲比劫，變成群比爭財啦，所以而家應該又冇晒錢咯。據女觀察員所講，佢就承傳咗玄學佬嘅傳統，好似俾雞啄晒啲錢咯。又要睇下啲古書啦，就係三命通會講下灰光啦。原來灰光係神煞嘅一種嚟嘅，佢話此格有4日嘅，庚辰、壬辰、戊戌、庚戌。辰為天干啦，戌就為河灰內陰陽絕滅之地。大家記得世紀末的魔術師都係灰光日嘅，其實呢行都幾多灰光日做嘅，尤其係庚金多嘅。佢就話如果灰光最重嘅發福非常，諸為人性格聰明。文章進發，臨事果斷啊，並且好心殺嘅大權。大家見到啲師傅噏呢段嘢，其實都係嚟自三命通會嘅，照 copy and paste 嘅啫。其實4隻唔同嘅灰光日都有佢嘅分別嘅，柯南上堂亦都有教過學生噶啦。
咁佢哋嘅類同之處呢，就係四隻都係固執硬頸嘅，即係你講極都唔聽嘅，直情攞錘仔搏下個頭都講唔聽佢嘅，而且佢哋啲喜好好難改變嘅噃，情起落自然大啦，因為個人太過偏激啦，咁同人合作啊多數都反面嘅，咁就係灰光日嘅特質之一嚟。都係神多好重，術多好鬥啦。咁有啲台灣師傅就話灰光日要身強先食得起嘅，某啲情況之下都啱嘅。阿 Sir 呢啲喺書冇寫過，呢啲咁實際嘅經驗，梗係柯南批算嘅時間嘅經驗嚟噶啦。要抄古書啊，實行撞板啊，要運行南方處中有火亦可言貴啊。水豪風都冇乜做過啲咩大官或者人生成就啊，唉，所以話呢，有時批命呢都係要實際經驗嘅。翻嗰啲啊，自己研究下，上網大把人講灰光日噶啦。咁跟住我就俾多幾條行家嘅命大家睇下啦。仲係高手真。會唱一時神失兩相沖，記取偏房獨守空嘅捱全女命夫。世紀末嘅魔術師係有兩處灰光啊，所以又係玄學佬啊。跟住到下一位占星塔羅高手，今年就木化成灰，連個金都夾死埋，又係巫術日嘅灰光嚟嘅噃。跟住到街哥嘅老友啊，鐘哥呢，月柱又係庚戌嘅噃。大家估下甲庚丁尾運喺丙午年一立春發生咗啲咩事？想知道答案就私下揾柯南拎答案啦。小さくなっても頭脳は同じ迷宮なしの名探偵真実はいつも一つ講到水豪風火焰土燥嘅命，點少得阿窿仔呢條命呢？仲係火焰土燥嘅命格，我哋稱為偏夫啊！一滴水都夾死埋，所謂獨裁既破命落黃泉。一個八字火焰土燥金寒水冷，即係調候不宜嘅話呢，好多時人生係有缺失嘅噃。因為呢類人實在太多時都一意孤行，而且性格火爆啦，咁所以最大缺失就係佢嘅婚姻啦，通常就會離婚啦，或者單身寡佬。大家以後見到偏夫或者火焰土燥嘅八字呢，就可以直斷佢人生多數係有缺失或者某啲嘢失去咗嘅，咁就要睇佢五行同十神而定啦。柯南師傅喺度預祝各位農曆新年快樂啊！赤馬年大家馬到功成，步步高升，身體健康啦。咁問題唔使怕醜，可以直接問翻我噶。雖然我近來搬公司比較忙啦，希望農曆新年可以出多一集新噶啦。喺度下次見啦，拜拜。仲係高手真。小さくなっても頭脳は同じ迷宮なしの名探偵真実はいつも一つ